伫咧高雄火车头附近有一间中村女舍，是228事件当中乡中自卫队重要的据点。地主最近请人甲后壁要拆掉，就一寡地方的文化人士认为讲，这间女舍有历史的意义，就向文化局提报历史建筑。目前文化局也请地主暂时卖定，听候调查。 这2天的时间，原本伫遮的旧厝已经全部拆了，敢若剩一寡老古迹，搁有李舍后边4楼的建筑。因为文化局接到民众的提报，已经要求地主停工。在地文化界人士讲，虽然古厝拆了，好佳在中村李舍暂时保留落来。 有一个自卫队时阵，因一直保留落来一个历史的场域，古老时的部分。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洋楼，甲一寡咱洋楼，以早日据时代的、日本时代留落来一寡较传统的物件，因为马克龙拆掉是足可惜的。中村李舍甲旧厝其实已经足侪当无人住，环境垃圾。地主因为接到伤侪罚单，才决定要甲旧厝李舍拆除。 文书团体接到消息，赶紧甲文化局提报，主张中村李舍是历史的建筑。文化局嘛请委员到现场了解。它增建我们查到的建馆的资料后栋的部分年代是落在民国的42年。那虽然这2栋的年代不一样，那民众有提报，我们还是会依照提报的内容下去进行它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。那这个评估还是会有分成，像说历史面的部分、建筑面的部分，然后相关的技术史。中村李舍原底是战后高雄车头上悬的建筑。228事件迄当时，乡中自卫队要甲李舍当作据点对抗军队。 不过，原本伫咧建国路的李舍，早就改建做店头，后壁的部分卖予即卖的地主。这条巷子进来看哈，背面还可以看，前面完全看不到了，没意思。文书团体希望李舍甲隔壁的保安宫会当成做大港埔的景点。后礼拜文化局委员阁会正式会勘审查，决定李舍未来要安怎处理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